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逢星期一至五嘅焦點短打，我係今日嘅主持 Agnes。喺美國針對全球揮舞關稅大棒，中美關稅戰越演越烈之際，國際問題學者、全球化智庫副主任高志海日前喺接受外媒訪問嘅時候嘅一番話，喺網絡上面引起咗強烈反響。好多人喺聽完之後都紛紛點讚，俾個爽字。英國獨立電視台日前就中美市場關係專訪高志海，嗰位主持人反覆追問高志海：難道中國唔怕失去美國市場？高志海擲地有聲咁樣用英文去回答話 ：We don't care， 我哋唔在乎。中國已經存在5000年，喺絕大部分時間入面根本冇美國呢一個國家，而我哋亦都活得好好的。高志海表明，如果美國想霸凌中國，我哋會見招拆招，拋開美國處理好所有嘅事。佢仲堅定咁話：冇美國，我哋可以再活5000年。可以話呢一位中國學者憑藉中國5000年文明積澱同埋當代發展成就，精彩咁展現咗中國人嘅骨氣、底氣同埋志氣。咁今日中國敢於平視世界嘅底氣係喺邊度而嚟嘅呢？英國金融時報近日分析話，喺呢一場針鋒相對嘅較量入面，中國握有多張王牌：1億多樣化嘅出口市場、巨額美國國債、對關鍵戰略礦產嘅掌控，同埋應對危機時國家體制上嘅優勢。呢一啲嘅籌碼唔單止能夠令到中方經受得住考驗，仲可以喺談判入面凸顯出自己嘅實力。金融時報仲引述海投宏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嘅分析話，只係由市場反應嚟睇，我認為眼下係美國痛感更強，美國正係面臨更大嘅壓力，試圖坐到談判台前進行談判。美國彭博社近日亦都刊文發表類似嘅觀點。彭博社話，喺呢一場由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起嘅貿易戰入面，一個事實正係變得越發清晰。中國掌握嘅籌碼可能比美方預想嘅更為有力，尤其當大家開始關注佢嘅反制策略嘅時候，實際上喺中美經貿關係入面，美國對中國商品深度依賴，限制進口反而變成自我傷害。聽到美國因為關稅大棒自殘得越嚟越痛，我哋嘅心就更穩，底氣更加足。事實上，中國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力大，長期向好嘅支撐條件同埋基本趨勢冇變，經濟高質量發展大勢亦都冇變。我哋不妨再舉一啲例子。今日嘅中國擁有完整嘅產業體系，係全球唯一涵蓋聯合國產業分類入面全部工業門類嘅國家。呢一啲係應對貿易霸凌嘅堅實基礎。超過14億嘅超大人口規模市場，為到抵禦外部衝擊提供咗緩衝空間同埋戰略重心。全球150幾個國家同埋地區都係中國嘅主要貿易夥伴。呢一個亦都係為到反擊美國關稅訛詐提供咗廣闊嘅市場空間。面對全球經貿環境嘅不確定性，有人難免擔憂中國能唔能夠頂得住壓力？答案當然係肯定。一個重要嘅原因就係中國多年嚟已經建立起一個抗壓能力好強嘅經濟體系。中美關稅戰鹿死誰手？美國白宮發言人萊維德日前就引述特朗普嘅話：嘲諷球喺中國嗰一邊，美方講得冇錯，事實確實如此。而且中國而家係信心十足咁樣控球在腳，隨時破門。顯而易見，面對美國嘅關稅訛詐，中國唔惹事，亦都唔怕事，而且可以堅定咁樣講，天塌不下來，更加可以有底氣咁話，相信中國就係相信明天。今日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如果中意我哋嘅節目，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同埋分享俾朋友。逢星期一至五繼續同大家焦點短打，拜拜。